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繁华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公子说不想再见到我啊，也就是说，公子还得再见我一次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还得见我。哎，诸位，今天这事儿啊，你还别看，哎，多亏了板桥啊出了个鬼主意，哎，他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哎，如果不在这埋没法上做文章啊，这些画子呀，要给岳钟琪这个老东西啊，真他妈的光宗耀祖了呢！啊，哎，他马三贵啊，还急着拿去裱呢，让他裱好了，1个月后，那个人头就变成骷髅了。哎呀，金东啊，我怎么也想不出，你的万寿字是怎么做出假来的？哎呀，办法呀，他是人想出来的。不相信你去数一下，1万个字，不多不少，就差1个。高兄，你怎么样？我1个字，死。哎，你说这老东西不死，那谁死啊？对，是。板桥兄，你怎么样？我呢，画了无数次竹子，可今天画的呢是斑竹，上面有80个小虫眼儿。哎，诗诗啊，你还没说说呢？我吗？我那个红梅，1个月后，保险就变成黑莓。诸位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咱们这些画子，要是送到岳钟琪的寿宴上去啊，那可就热闹了。是，那会儿啊，咱们呐就有好戏看了。对，有好戏看了。你写署我吴子坤的名字，出了事由我一个人承担。你把马大人的名字也写上，事情是他宣布的，他是证人。怎么写？什么口吻呢？你听着，大意是这样的。抚远大将军岳钟琪借80寿诞结党营私，
公然犯上，与扬州画师郑板桥、金农等沆瀣一气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做万寿字，画统天竺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理当诛之。万请皇上圣裁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不写呀？大人，郑板桥他们最好别写了。为什么？大人，岳钟琪有证据在大人的手里，而郑板桥他们的画子却不在你的手上，这样送到朝廷里，说不准在哪个关节上出了岔子。在理儿，在理儿。不过他们的画子，不是要由岳家那小子送到京城里去吗？大人，听小的一句没错。你想想，大人的目标是想向皇上邀功，扳倒一个岳钟琪就足够了。到时候郑板桥他们这些布衣画师早就不在大人的眼里了。再说，你接着说。皇上要接到这份密报，必然要派兵搜查岳家。这郑板桥这些字画要是到了岳大人的府上，自然就逃脱不掉同党的厄运。郑板桥他们的字画要是没在，大人也就用不着担那份谎报罪证、欺上瞒下的罪责了。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呀！哎呀，师爷真不愧是老奸巨猾，聪明过人呐！我是佩服，佩服啊！大人过奖，大人过奖了。清茶如此香甜，可是不得作诗，岂不可惜呀？是啊。哎，师婶，这里啊，以你为长，你就先来吧。这位先生，新师爷，金农师傅、黄申师傅、板桥师傅，你们都在这儿，好极了。我连夜赶来，有要事相告。快请坐。师爷，师爷您坐。好，坐吧，坐吧。怎么说吧？什么事？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各位画师，你们要大难临头了。师爷何出此言呢？吴子坤想升官发财，叫下官给皇上写了密奏了。密奏谁呀？岳钟琪将军告岳大将军借把石寿弹，结党营私，和你们沆瀣一气，做万寿字，画统天竺，实属大逆不道，要皇上圣裁啊！怪不得呢。多谢新师爷冒死相救。不过，晚生想问一句，您为何要救我等穷书生呢？板桥师傅，可记得为你们跳河自尽的洪师爷吗？看你说的救命恩人，我哪能忘了呢？这就好。洪师爷没保错人，我这个新师爷岂可玷污扬州府师爷之美名呢？
我喜欢各位的画，更敬重各位的人品，所以我今天前来就是要告知你们，快点想良策。不要紧，我们在画子上已经做了手脚，还怕吴子坤告状不行？不，王兄，咱们的埋没法做得再巧妙，这也算是给岳钟琪点缀门面的吧。万一有一天，这小子真的出了事儿，咱们也说不清，洗不清自己呀。这不也算是欺君谋反之罪吗？是啊，是，说的是啊。如果朝廷怪罪下来，即使我们有理，也难以申辩呢。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那些字画。什么？毁掉它？毁掉？我们这些文人又不会飞檐走壁，怎么得到这画子呢？你说呀？高翔，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我也没什么好的法子。嘿，实在不行，我就放火把乐府烧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庙里有没有武艺高强的和尚，花些银两去雇他们？当然了，这也是下策。但是，如果实在没办法，这是最后一招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你快说，什么主意啊？咱们得让梅子姑娘帮这个忙。晚了，嗨，红月楼的梅子姑娘今天下午就被送到岳公子的私宅玫瑰园了。啊？那梅子姑娘今天晚上，那可就难过了。哎，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。哎呀，这些王八羔子从哪儿弄的这些珠宝？梅子，别怪四姨对不住你了。我有了这些珠宝，还要你干什么？抽牌，哎呦，来3条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呦，干什么呀？讨厌！哎，不许耍了啊！那边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哎，梅子姑娘干什么呢？啊，她靠在窗前想心事呢。哦，哎，那就是想男人了吧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给我看好啊！一会儿等梅子姑娘睡着了，就来叫我。哎，狗子，哎，公子，何不把他灌醉喽？不一样行事吗？这放屁呢不是？啊，我要的是活人，我要僵尸干什么？我这啊！对，这小的孤陋寡闻，孤陋寡闻呐！来，给我拿银子啊，拿银子来啊！哎呀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禀告你家公子，扬州画师郑板桥、黄慎求见，就说是为了老太公的事情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明天再来吧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认识你。刚才他说了，是为了老太公的事儿。如果出了事找你，哎，慢着，你们在这等着吧。哎，怎么样？里头没动静，也许睡着了啊。
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嘘，让什么让？什么事儿跟着魔似的？外面来了2个画师，一个叫郑板桥，一个叫黄慎，他们死活要见公子您呐！不见不见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没有公子，他们说了，您要是不见，明天老太公的手画出了事儿，他们不负责任呐。好，带我去见他，拿着。郑大哥，黄大哥。你们俩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公子，若不是这位板桥师傅发现呢，就出事儿了。这出什么事儿？白天给公子画的画不行，必须重画。啊？为什么？哎呦，公子，这你不明白，老太公要的是八仙过海图。这八仙过海的时候啊，这个人曹国舅啊，那是站着的，可他给画成坐着的了。哎，这是第一错。再说了，他给那个曹国舅画上了胡子，可是公子您没胡子呀，他可能给画上胡子了。是我白天画画的时候太注意公子您的脸了，是就忘记曹国舅了，所以啊，必须重画。哎，对，什么有胡子没胡子？我知道他们曹国舅是什么东西啊！这有胡子你画上2撇不就得了？你不怕麻烦本公子？哎，公子，你可不能乱说呀！曹国舅人家是仙人，你万一说走了嘴，飞来什么横祸，那老太公的心思不就全都白费了吗？他老人家想让你得道成仙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才出了这么个主意。你看我们2个，走，哎，请，好，请，躲开点。请，公子请。望起乱云间，回目望苍天，飞沙与目眩，心忙流长叹。望起乱世间，回首尽关颜，乌云遮双眼，心碎又微暗。身无不寒，只为一何在？山高线不断，水长声难攀，只为是河边。云间，回目望苍天，飞沙与目眩，心忙流长叹。放弃乱世间，回首尽关颜，乌云遮双眼，心碎又微暗。身无不寒，只为一何在？山高线不断，水长声难攀，只为
天亮了。这板桥和皇兄一夜都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哎呀，我这眼皮一直跳。不会的，他们俩要是出了事儿啊，该是大伙儿的眼皮一起跳啊。板桥，板桥，嘘，你看，我画好了。梅子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，那还用说啊？肯定啊不好受呗。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咱们这个下一步啊，我看还是走一步算一步，能帮梅子一把呀，咱们俩这一宿就算没白熬。该叫醒他了吧？哎，他一觉醒来，梅子就该遭殃了。那他总是会醒的。哎，有了！你现在呢，就把这个何仙姑的头啊给我蒙上。这我蒙上它。快点！哎，好。快！哎，好，行了。哎，这回该叫醒他了。好。岳公子，岳公子，哎，醒醒吧！哎，行，岳公子，不要管。哦，岳公子，岳公子，你看看，你都睡出汗来了，你看那一脑袋汗着呢。岳公子画好了。哎，对，画好了，画好了。哎，去看，你来看看。哎，好，你来，折腾我一夜啊！行，哎呦，您这干什么？公子请看，慢点啊！腿都麻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来，看看怎么样？你看看啊，你看像你吧？啊，像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香菇怎么没脑袋？这怎么搞的？哎，公子，您呐，先别看别的啊，你先看看您这个图像像不像您呐？啊，像不像？我像啊，像好啊！哎，我这香菇不能没有脑袋呀？这不是公子，您看啊，我原来画好了，可是实在不美啊，难与公子相配呀，所以我就把它给涂掉了。对，公子啊，您别着急呀，是这样的啊，你看这个何仙姑呢，她就在您的身边，那得找上一个既年轻又与公子相配又漂亮的女子，哎，这挂在公子您的府上呢，她要不然让人笑话，像不好看不行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对，你说的这个漂亮的女子，她在哪儿啊？她这满扬州城啊，只有一个女子可以配的。扬州城还有比梅子更漂亮的啊？你说梅子啊？公子知道梅子姑娘？还是梅子？我还以为你们还有一个呢。那公子你就歇着，我和郑师傅一块儿去红月楼找梅子，对，把这张画给他画全了。对，等等，梅子就在我这儿呢，你们上哪儿找她去啊？公子，这梅子姑娘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？是啊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我花银子把梅子给买下来了，梅子现在是我的妾。
哎呀，公子啊，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啊！看公子的相貌就是有艳福的。这还用你说？哎呀，那这就方便多了。正好这个梅子姑娘在这儿，这个干脆让她睡足了。等会儿呢，咱们请她下楼，咱把这个头像给她画好喽。这什么画？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，这等会儿让人把他叫下来，你们画就是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太好不过了，我们就省得再跑路了。哎，也是啊，走走啊。来人呐！公子，去看看有何吩咐？梅子姑娘醒了没有？醒了，让人把她叫来，这画实画。是辛苦了，我得回去睡了。等我睡醒了，二位陪我喝两盅啊！公子慢走。好这么喝啊！梅子姑娘，你慢走，慢走。你慢走。二位画师，到了，请。那个管家，这位就是那个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梅子姑娘。小姐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2位大画师。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何仙姑啊！对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小姐是不是该坐着画呢？这小姐果然是容貌超凡，神似天仙。来坐下。坐，小姐，坐，您坐，小姐，请坐，您就坐那儿啊，小姐坐。我说画师啊，这看的差不多了吧？咱们就得这个。对了，这管家，你给我找瓶酒来。画画要酒干什么？这个酒画如果不用酒喷纸的话呀，特别是画这仕女图，线条就会不清晰。对呀，这个色彩也不鲜艳啊。怎么着？还得我找你们公子要去啊？不，那你跟我来吧。好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酒啊，这个得由我挑啊。快走，梅子，黄大哥，坐。梅子，你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从他的，死也不从。梅子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为了救你，我们把所有的点子全想尽了。昨晚上，就是你板桥哥出的主意，我们在这儿把月公子拖了一夜。怪不得，黄大哥，你们又救了我一次，多谢你们了。妹子，你快别这么说了，来，你先坐好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还没完全脱离危险。我和你板桥哥，还有金农、王世慎他们，都有可能毁在这岳公子手里。为什么？岳公子要我们几个人的字画，给他老子80大寿做门面。有人告了密，如果皇上降罪下来，
那我们几个人就全完了。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？你要想尽办法把我们那些字画全部毁掉。毁掉？对，要不然我们几个人的小命就全玩完了。我一定想办法。你还得抓紧时间，今晚3更，我们带人在后墙外面接应你。你毁完字画后，就设法快点逃出来啊！来人了。酒来了。啊，好。啊！好了，公子。公子，八仙图画好了。我看看。你来过个目。公子，黄师傅作画，正数题诗，那真是一绝呀！你过目，不错。是啊，诗也写得好啊！是啊，我跟梅子在一块儿，那就是不一样啊！是啊，这张画都看我们俩的了。是啊，公子，我这就拿去装裱。去，快去，告诉表房，今天晚上我就要用。我要和梅子痛饮赏画。啊！这，好，接了。哎呀，等了你们一夜，怎么一点消息没有啊？事情怎么样了？把人都急疯了。梅子找到了，答应了吗？找到了，答应了吗？哎呀，他被岳家的混小子买去做妾了。这到屋里去说吧。啊，对，屋里睡吧。哎，快，好，进屋，快进屋，快坐。快说，这怎么回事？说呀！你看你们给急的，这事儿啊，还幸亏板桥的点子多，我们不仅见到了梅子，还把岳文成那个花花公子给戏弄了整整1夜。这一定是一个传奇故事，我们得好好听听。是啊，你快说，快说啊！接着说啊！你再往下说呀！怎么回事啊？说呀！快点说呀！哎呀，你卖什么关子呀？这样吧，你们2位啊，先喝点茶，我去准备一些酒菜，咱们边喝边聊。好。梅子，你一定要稳住岳文成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梅子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字画找到，毁掉它们。公子请。哎呀，梅子姑娘，我不碰你，我不碰你。我最讨厌不守规矩的男人。我不规矩吗？你看，从把你买回来到现在，我还没碰过你一下。你去打听打听我岳某的为人，啊？那你是什么样的人？这日子久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只要是我喜欢的女人，我会豁出小命去，我讨她的笑脸，我豁出小命去，我讨她的笑。哎呀，又笑了。哎呀，小姐这一笑，
柔美动人呐！哎呦，公子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？真心话，岳文成不会说假话。不信，你可以当面试过，哎，试试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君子一言，无马难追。4马就够了，5马就分尸了。哎呀，又笑了，好。当年唐伯虎点秋香冲的就是秋香的3笑，姑娘今天已经给我笑过2回了，再笑一个啊！哦，唐伯虎，你也知道？知道？你以为我就会来武的？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文采。给你唱一个扬州小曲儿。儿里个楞噔，儿里个楞噔，儿里个楞噔，一更天呀，我想死啊！儿里个楞噔，里个楞噔，啥个东西来吵闹？讨厌的蚊子来吵闹，蚊子怎么叫？你叫的我好伤心，叫的我好开心，伤心呀，开心呀，开心呀，伤心呀，搂着我鸳鸯枕，相思不得分。哎嘿哟，燕子哟，秋楼上秋耳根的梆子响，在耳根天你怎么好？燕子哟，燕子哟，燕子哟，好听吗？你的文采真不错，我受用够了。不过，你说你是个武秀才，我不信啊！你要是过了我说的3关呀，梅子我天天陪你笑。好啊，说吧，哪3关我赢了？真有意思。这3关你要是过不了怎么说？那你说。放了我，别再缠我。什么3关？你先说说看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赢呢？不难啊，你记好了。这3关的名字就叫猴子搬砖，狗熊上山，还有旱鸭子下水。你说，我不怕你帮我当成什么熊啊、猴啊、什么旱鸭子。你跟我来。啊？来呀！来了。梅子，快点儿！来了！这是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别磨蹭了！好。哎呀，什么叫猴子搬砖呢？啊，你说，就是叫你从院子外面搬500块青砖到这池塘边上来。这是干什么？急什么呀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好，我不说。你说。接下来呀，你要跳到水里去啊，然后让10个家奴用这些青砖砸你。砸我？你要是躲过了这些青砖的话，最后，最后，你还想怎么耍我呀？你要这么说，那就算了。别，我认还不行吗？本来是玩嘛。你非得说我耍你，这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还说不清楚了。不说了。你说怎么玩就怎么玩啊！什么猴子搬砖啊，
旱鸭子下水，那个什么狗熊爬什么啊？爬什么？爬什么爬？你说爬什么我就爬什么，还不行吗？从水里上来以后不许换衣服不换，先爬上那山头啊。你要是能爬上去，就算过了3关。怎么，害怕了？不，我琢磨着，咱们一天过1关行不行？那就不叫过关了。你不是说你是武秀才吗？对。这点小事儿，就把你难住了？你不就是想让我一口气儿过3关吗？我今天还让你看看什么是男子汉大丈夫。没问题。我们俩跟梅子，我们再三的叮嘱过了，一定得毁掉那些字画。这会儿千万别出什么差错。是啊，我们把宝都压在他身上，这事儿是不是会出事儿啊？没问题，梅子呀，胆大心细，不会失手的。那就看咱黄慎兄是怎么调教的了。对，反正该出的主意我都出了，就看咱哥几个命运怎么样了。来，咱们干一杯！来，好，干！来，好。我看这事儿咱这么办，我和高翔到寺庙去找方丈。不，直接去找那些武僧。这事儿还不能说透了，这说透了谁也不敢出头。板桥，你们3个呢去找地面上的朋友，看有没有和镖局有关系的，用重金请他们。万一文的不行呢，还有这头垫底儿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对，来，走，来。出新事了啊！看见吧？这位仁兄，前面出什么事了？岳公子过3关呢。哦，走，去看看。快走！看哟，他为什么搬砖呢？笑什么笑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他要干什么？这是第1关。到了！哎呦呵，快！解开！看，你看，多有意思！让下！你看，让下啊！你们这是看什么呢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岳公子给红月楼的一个姑娘调理的玩小孩子游戏呢。哦，什么游戏啊？猴子搬砖。这猴子搬砖没完呢，一会儿就是旱鸭子下水了。这后面玩什么呀？我们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是吗？梅子，500砖齐了。
在乎爱与恨，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有了风吹的一份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